迄年休乱，老师敢若出一个写读册感想的暑假作业，想袂到听起来不止啊简单的一项任务，对一个善食人道的囡仔来讲，煞变成一件坎坎坷坷的艰苦代。人生对正出发，心情嘛伫正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各位同学，后日就要休热啊！老师知影恁有真济暑假的功课爱写，所以国文课的暑假作业，老师就出较简单的。恁有2个月的时间会当好好啊准备，希望大家会当用心来完成这个作业。卡拉马祝福兄弟们，卡拉马祝福兄弟们。这是什么歌？毋捌听过。啥拢无。较安静咧，这是一本册的名《卡拉马祝福兄弟们》，作者是杜斯妥也夫斯基。这个休热的功课，就是写这本册的读册感想。开学时交予老师，时到老师会拍分数，列入新学期的国文成绩。下课。当时要倒位生这本册？听都毋捌听过。大头啊，恁兜附近毋是有册局？你先去买看卖，有这本册无？好啦，我若是有买着，我才早来学校互恁看。大头啊，你册有买着无？阮兜附近已经册局无咧卖，我走去车头边仔迄间才买着的。哦，动欢欢。这够。一本偌济？75箍。75箍，惊倒人？无俗。啥物无俗？足贵好无？阮爸软炭工一日嘛才趁40箍尔，但我是要倒位生这75箍？无法度，爱转去找士大人讨啊。找士大人讨哦，讨皮疼较紧啦。
阿姨啊，花写好啊，我念互你听，看对啊毋对？好好好，天地准量如五，时间在过真紧。自顶摆你来山顶佚佗已经1冬啊，咱山顶后个月要搁普渡啊。时到你会记得甲头家请假，倒来食拜拜。写了真好，阿可阿嫂，恁起码实在真敖，阮惊以后若有恁起码的一半财情就好啊。无影啦，伊是敢若比人加读1档册，伊有加目汗尔，无影外敖啦。足好啊啦，像我青马牛一只，中文敢若看有东南西北，啊甲红中青发，有够拍满笑尔啦。阿 Kim， 多谢哈，我紧摕来去夹。阿姨啊，变细字啦。起码，真哩大家拢才看中你，你得要好好读，知无？知啦，阿母今日心情敢若袂歹。对啦，妈，阮暑假作业老师交代爱看一本书，什么书？杜斯妥也夫斯基写的《卡拉马祝夫兄弟们》迄什么书？故事册啦。恁学校老师叫恁看故事册，对啊，老师叫恁看故事册，你甲我讲是，我嘛毋信。真的啦，看完爱搁写感想，开学爱交互老师，新学期的成绩会算在内。有影无影？看故事册甲爱写感想，一本偌济75块。75块。妈，一本故事册爱75块，读个歹去。哦。听到一本故事册75块，阿 Kim 的老母根本唔插伊。为了完成暑假作业，无答完，阿 Kim 只好去找高中参详。你要来斗牙茶？系啊，啊无我无钱，通买暑假作业要用的册。好啊，要做牛免惊无犁通拖。迄时阵的炭坑拢是用大机仓库建的，仓库拢爱靠人工一支一支对山骹举起伫山顶，非常硬斗。毋过，迄个年代无麦当劳会当做山工，山林也无啥物囡仔人会当趁钱的空头，举仓库是唯一的选择。举一支偌济8角银，一支8角，10支8块，举100支就80块啊！你一工要举几支？一工举5支，安尼20工我就趁有啊！你当作像咧举笔遐尔简单哦？用讲的较轻巧啦，你来举看卖就知。Kim啊，你会看入无？无问题啦。哦，你要还啊！你要还啊！你看，咱这个财主嘛来咧观察科啦。迄啥啦？科啊，因大汉后生啊，迄个考调家人中学的无？阿 Kim， Kim 啊，来，阿伯，我问你，你在创啥？我在观察。我知影你在观察，我是问你是安怎要来观察？我要趁钱买册。什么册？卡拉马祝夫兄弟们。啊，就遐尼艰苦，你甲恁老母摕就好啊。阮妈毋相信老师会叫阮看故事册，无爱互我买。这啊，好啦，去。这位伫遮顾口兼算数的阿伯，实在毋甘阿 Kim 这个读册囡仔为了买一本册，举茶举甲艰苦坐挂，但是伊阁无法度讲安怎，一直到第3天下晡。
金啊，莫阁讲啊啦，阿伯，你莫阁讲啊啦。迄本册偌济75箍，阿伯互你。啥75箍阿伯互你，毋过有一个条件，啥物条件？爱讲故事互我听。哈？哦，好啊。你册看完，爱头一个讲互阿伯听，知毋？哦，好，好啊。艰苦3工，阿钦真幸运，得到好心阿伯这位金主的赞助，摕到75块买册钱。不过，山又阁拄到另外一个问题：阿钦因兜住九份仔的山顶，要去家人的册局，爱对交通啊坐火车，后来无学生月票当坐，来回一转爱开16块，安尼就又阁无够钱通买册啊！啊，敢若有册钱无车钱，要安怎？有够烦的。迄敢毋是阿文？这个共装的少年家阿文，是伫家人的报关行做小事啊，假日休困才有回来。阿文，你要转去家人啊？晓？嘿啊，你后礼拜有要回来无？有啊，安怎？你替我买一本书好无？好啊，什么书？作者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你知无？杜斯妥也夫斯基，我知。什么书？卡拉马祝夫兄弟们。你搁讲一遍。卡拉马祝夫兄弟们。哦，好啦，我后礼拜才甲你买回来。这75块互你，麻烦你啊。小可代志啦，我来去啊哈。顺行。总算解决啊。一礼拜后，阿文，煮嘞？煮啊！我行到半路，袂记得了。哈？袂记起？阿无，你后礼拜才要回来。我过来要去台北受训，后个月才有回来。后个月，安尼袂赴啊？歹势啦，钱用你。唉。几工后，心内着急又阁想无报的阿钦，强忍来弄隔壁阿姨仔因兜的门。乖乖，唔通吼吼阿母笑。阿钦，歹势，阿姨啊，我听阮妈讲你等下要带囡仔去家人互医生看是无？嘿啊。安尼，我拜托你好无？你敢会当顺续替我买一本书回来？买书哦，我也毋捌字，是要安怎替你买书？无要紧，我甲册名写伫纸顶面互你。你去册局，甲这张纸条啊，甲钱摕互头家，讲要买这本册，就会用一啦。安尼哦，人若问我这本书的代志，我毋知，会足见笑呢。哎呀，拜托一个啦，我真正足急的，这是老师交代的功课，我特别无时间通写。好啦好啦，多谢多谢。迄天下昼，阿姨仔带囡仔出门了后，阿钦心内充满期待，一摆该当会当买到册啊！规个波动咧想册内面的故事，毋知有偌精彩。到尾仔嘛，阿姨仔总算回来啊！阿钦紧走去隔壁弄门。阿姨啊，册有买着无？我连入去都毋敢入去，
嘎，钱甲纸条我还你啦。暑假已经过2礼拜，老师交代爱看的迄本《卡拉马祝夫兄弟们》，还阁毋知伫倒位。赞助阿钦买册的金主阿伯，一天行对阿钦因兜头前过时，问讲：啊，当时要来讲故互我听。阿伯，我还未看完，不要紧，豆豆仔来，看了才讲互阿伯听。我阿钦实在毋知影要安怎甲阿伯讲册还未买着的代志，佮惊阿伯误会伊，甲买册的钱摕去黑白开，心内愈来愈急。一礼拜后，伊听讲因庄专门咧替人办道的总铺师，要去家人一户办丧事的人兜煮食，赶紧去找伊。阿雄阿伯，我拜托你去家人的事，替我买一本册好无？什么册？册名我写互你，你含册钱摕互册局的头家，头家就会摕册互你。好啊好啊，你册名写互我。一声特动啊！真正应该阿文伤少年，隔壁的阿姨啊又搁伤无胆，两个拢袂交代志。一个阿雄阿伯世界替人办道，是见过世面的人，一摆一定买会着啊！果然，迄天尾仔仔，阿雄阿伯就转来啊。去嘛，啊你来。阿雄阿伯，摕去，迄如死啊人写的册，你是要甲我害死吼？我听册局的人头家讲才知影，迄共产党的作家呢，你囡仔人无要紧啊，我大人是互掠去死的，你知毋知？你是要甲我害死呢？我叫你老爸去甲你买啦。休落的日子，时间过得真紧。这半年暑假已经过一半较加，剩较无3礼拜尔。一天一个月来一转寄药包的来换药啊。叔啊，借问一下，你后抓当时会过来？要做啥？我要买一本册，阮老师规定看完爱写报告，我搁剩10几工尔，到今拢还未买着。什么册？卡拉马祝夫兄弟们。我后抓爱一个月后才有过来呢。哈？安尼就袂负气啊！啊无要紧，我今仔日先换一换，莫换甲完。等去甲头家讲，明仔载爱过来一抓，算煞替你买册。真是嘞，多谢叔啊，多谢。这个寄药包的讲话算话，迄天真是干那换顶半钟的药啊，下半钟的无换，下昼2点就落山转去。过顿工，伊真是将迄本苏联作家写的册炸起来山顶。这本就是恁老师规定的册，遮高，是要看到当时。这本《卡拉马祝夫兄弟们》总共10几页，无大件，册内面的人名落长，又搁歹记，作者搁真到位，讲到宗教信仰，就解释几部。看到后壁，头前又搁袂记一字啊！对一个高中生来讲，真恶读，所以进度真慢。看几礼拜才看几十页尔。因为社会主义不单单是工人问题，或所谓第4种阶级的问题，主要还是个无神论问题。
无神论在现代的具体化的问题，建筑巴比伦高塔的问题。啊，我会昏去，这是写啥？明明是中国字，读起来哪看拢无是啥物意思。琴妈，你册有买着啊？阿伯，我册买着啊，等咧看。啊，当时要来甲我讲故。好，我看完随去讲互你听。这种使人类精神上从受奴役转变到自由和心灵完美的，已经试用过1000年的利器，可能会变成一把也能伤害自身的双刃利剑。也许会把有的人不是引向循顺和完全的克己，而是相反的引向魔鬼般的骄傲。暑假敢若剩上尾3天。阿伯，琴妈，你是好要呆？阿伯，我有买册。我知影你有买册，我有看你真认真在看。但是我看拢无，我无法度讲过互你听。啊，你看偌济啊？甲无1/3。哦，不要紧啦。恁老师毋是讲这是世界名著？哎呀，啊，若世界名著，一个14岁的囡仔就看有，迄都毋是世界名著啊！这世界名著，你即马细汉还看无？等你大汉就看有啊！安尼算阿伯有为你的未来投资啊，就对啦。迄暗，阿金动笔写读册感想，对于安怎摕到买册钱，安怎拜托人替伊去家人买册，教伊安怎认真看这本册。上尾，伊甲老师坦白讲，伊真正看无这本册是咧写啥，嘛甲阿伯安慰伊的话写入去，讲：这本世界名著，我即马细汉看无，但是我大汉了后，一定会甲这本册看完。算入去，伫开学的时，就甲讲出去，想讲死马当作活马医。阿金注意到同学写的报告，拢高高骨落页，内容嘛写甲非常精彩，心内真佩服，嘛懊恼家己的头壳哪会遮歹，大家拢看有，敢若伊看无。各位同学，即摆暑假作业分数已经拍好啊，全班拢0分。敢若吴文钦100分，剩的拢0分。哈
为什么？哪会安尼？无一个老实的，做学问爱老实。这本册连老师都看无，恁阁有才调甲我写评论，我毋知是去倒位抄来的，先是家己抄来举手。全班一半较低的同学拢举手。高文钦，你家己写的感想念互大家听。卡拉马祝夫兄弟们读后感。吴文清，首先我要坦白一件代志，这本册我看无，所以我嘛毋知影感想要安怎想。但是我真正足认真准备老师交代的暑假作业，只是过程无介顺利。第一个拄到的问题，就是无苦苦通买册。阮老母毋相信老师会叫阮看故事册，所以无爱互我册钱。好佳在有一个好心的阿伯甲我赞助。阿伯讲，14岁的囡仔若看有，就毋是世界名著。等我大汉就看有啊，所以我以后大汉一定会把这本册看完。报告完毕。吴文钦的是大人讲了真好。老师之所以叫恁看这本册，就是要互恁知影世界上有恁看无的册。为什么这本世界名著恁看无？是因为恁即马还阁无够巧，人生经验嘛也不足，通好来读这本册。所以做学问是一世人的代志。希望各位同学拢会记得老师教你的道理。国文老师所讲的话，深深印伫阿钦的心内。伫后来求学的过程中，时常提出来伫头壳内倒反考。毋过比较起来，阿钦要是感觉金主阿伯讲的话搁较实在。这世界名著，你即马细汉还看无，等你大汉就看有啊。今仔日的广播剧暑假作业是来自吴念真导演伫花果山安和丰富心灵讲座的演讲，罗讲师编剧夏耀华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钦、李建英演出，阿母柯庆恩演出，老师罗培轩演出，高长郑定颖演出，
工人关开欣演出，阿伯林依婷演出，阿文李凤静演出，阿姨啊洪昭文演出，阿兄伯啊王家静演出，寄药包的业务张国伟演出，同学陈义如、陈武定演出。讲出心内的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林心怡，图念林培英。迄是去年10月，秋天的一个幸福下晡，伫诚品新店自良社的乌鸭肉空间，进行了1点半钟真轻松、佮自在的乌子桑细细念。伫这段时间当中，吴德恩用伊家己生命过程的体验来分享一寡伊体会到的观点，好比讲到舞台剧对无到有的铺陈佮贴塔。吴德恩将这比如做乌托邦，一个理想人生的完美境地。伫这个小小的空间内面，无论是幕前也是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甲演出者，伫这段期间，大家拢是用共声相应、共气相求的这种单纯的想法来合作。人性的短暂思考，或者讲是原始歪斜的想法，伫这个时阵，拢完全停止伫这个单纯的空间内面。我想，这无题甲就是艺术真重要的一种改正甲疗愈的影响力量。伫吴德恩分析以外这个状况的时阵，伊是用较笑亏的心态来理解。伊用意外是趣味的，以及意外是幸福的这个观点来说明甲定位，敢若是一个启发心灵的培养。嘛，亲像是伫所有意料之外去拄到的时阵，互人真大的冲击的改变，也有袂赴封闭的暂停，以及大细声吵闹的惊疑等等的感受。除了是一种死亡，毋过嘛是更加积极正面的另外一种重生。无伫较严苛，无伫较强烈。人生却是亲像开了一扇窗仔共款，是新生命的开始。就好亲像是地球，是去一边来摄着地球心来转摄，刷落来，依照地球甲日头的相对位置，接受着程度无同的日头光。有乌阴天，有好天，有圆，嘛有气角，从其尾共款拢会振作起来。卖圆满。最后，以吴德恩伫演讲会当中分享着上界互我感觉温暖甲感动的8个字来做结束。今仔日真赞，感谢宇宙。我真少咧思考，是毋是只有像吴德恩这款谦和甲宽快的心情，才会当遮尔安然去顺应天公伯啊一切的带领甲交付呢？伫吴德恩身上所散发的本真，有互我感受到心在的训练力量，一个虚空静定的心理状态，会互一个人上界真实的模样得到接纳、支持甲欣赏。
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介意聚会，唠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咱们 K， 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你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今仔日同款真欢喜，邀请两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咱的台语翻译哈。第一位是咱台文系王祖和，祖和你好。大家好，我是祖和。另外一位是咱法律系辛静英哈，静英你好。大家好，我是静英。好，今仔日来到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芳辉，芳辉老师你好。好，你好，大家好。好，感谢芳辉老师哈，透过网络连线，伫咧现场来指导咱的同学。搁再来有两位提供翻译的台语老师哈，一位是咱台湾歌册学会前理事长萧丁春老师，也有台湾基市民计划发起人吴希美老师。好，顺利去就来进行咱今仔日第一个题目。冒大雨去抢救回来，冒大雨去抢救回来。头顶的大雨。大雨去抢救。好，咱请芳辉老师指导。我是甲翻讲，这个所谓大雨吼，我想会当有无共的形容啦吼。可比有一个形容是，伫车窗道的大雨呢，去甲手救转来。车窗道嘛会当讲是一个形容，用上下词来形容的。可比讲，伫变变叫的大雨呢，去甲手救转来。就是看要用做一种形容方式。车窗道是敢若袂是用水桶安尼对顶管甲你倒水落来安尼车窗，对，这是拢会当考虑啦，形容的无共的角度安尼。好，感谢芳辉老师的说明。所以今日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吼，咱先来听萧丁春老师。南雨去抢救转来。好，顺利去是吴希美老师。透大雨去甲救转来。好，互咱可能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哈。继续第二个题目。乡下地方没有什么可以打工，乡下地方没有什么可以打工。增加所在有啥物会使？做增加着。那你做什么？我是讲着讲增加着，增加无啥物所在会使。会使。增加无啥物所在会使做临时工。好，增加无啥物所在当做临时工，请洪明老师指导。好，临时工兼差嘛算会使吼。毋过咱古早有一个词，我即摆有拍伫通讯录，叫做山工吼。所以我是讲，增加所在无啥山工通做。哎，迄个爱念山，爱调是山工，毋是山工。山工伊变伊啦，因为吼，即个共款的汉字有两个无共的学法，意思是无共款吼。你若是咧讲，我即摆用拍好啊。好。哦，你若是讲线工，其实是咧讲迄个工做线蚵啊，有吧？线蚵就是线蚵啊，嘿，线工其实就是工课做了啊。是。你若是南山临时的工课，迄种的是线工。毋过即摆即个线工即个词嘛，豆豆流失啦，嘛是较少人咧讲吼。所以可能有的人是。并无咧讲线工是表示完成工课，伊可能就甲线工当做是临时工啦。不过其实古早是两个是无共款，线工是临时工，线工是做工课做了安尼。意思就是讲做的工课是安尼，懒懒散散，可能无一定是啥物款工课。毋过
山冈无一定啊，嗯山冈像即摆所谓的迄个定期片药啊，减质的啦，减质的迄种。减一个算山工就对。临时南山的工课有无？啊，是讲毋是迄种，亲像我定咧做山。毋是知影的啊。就是讲，四过节有无？四过节嘿，啊无固定伫倒一间公司有无？是。啊，但是若讲拍工就毋对啊吼，拍工。基本上咱这个词，若所谓拍工当然就是直接对华语吸收啦。我是较无赞成直接吸收这个所谓拍工，因为咱的这个所谓的拍，其实已经用伫足侪无同意思，但是就是无这个意思。所以迄个拍，毋是讲伊华语打咱就拍，就爱看你讲啥，而且就是讲咱已经有所谓的做山工吼。这个也是讲有的人会讲，也是我南山头路安尼，有的人可能会用安尼讲，是，我是感觉较无直接用这个拍工这种方法，我较袂爱安尼用。好，感谢洪伟老师的说明。所以，起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来听萧丁春老师。草地无啥通做山工。老师讲的山工出来啊哈，再来吴希美老师。草地所在无虾米山工通做，拢讲山工吼，所以即句爱学起来吼，咱讲打工或者做山工。好，过来顺利去第三个题目。以之字形走路，以之字形走路。好，用这个之字形来走路哈，请讨论。必须弯桥，弯桥。什么款的方式？什么款的方式？以之种弯桥的方式桥。以之种弯来弯去的行行路。好，请洪伟老师记得。比较麻烦的是弯来弯去，无一定是迄个行咧，因为亲像你看迄个。所谓的北宜公路918弯啦，吼，伊咧可能就是讲正弯来个倒，弯个正个倒，可能有一点仔圆形的，有无？就是讲伊虽然嘛是可能较 S 型啦，简单讲，所以弯弯歪歪有可能是 S 型吼，所以我感觉若要针对这个子这字啦，的形来形容，咱会当考虑几种啦，一种当然有人就直接用子字，就是讲迄个哪子字的形，安尼去形容，就是哪子字的形，走路行哪亲像子字的形，安尼，就是讲直接把迄个形讲出来。毋过因为要强调子，所以这个子的后壁是轻声，所以讲哪子字的形，安尼来讲。另外一种呢，有可能嘛会当去考虑讲，用哪起啊形行路，起啊，一起一起，一起一起，就是起啊形，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啦。因为安尼一起一起，其实嘛是甲子字有较晚啦，你话袂当讲一定完全共啦吼。安尼对，所以我是感觉着就是子字形，还是子字的形，还是讲起啊形，这会当考虑啦。好，感谢洪伟老师，所以今天来听薛林春老师的讲法。行路行歪歌形，好，行歪歌形。好，过来吴希美老师。伊行路那久啊行咧，一个往倒边，一个往这边。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哦。顺利去第四个题目。他用疑惑的眼神看我，他用疑惑的眼神看我。请讨论。有在照搬，再把它解释出来。人性活过，有这比较困难。伊用亲像唔知海眼神看我，伊用亲像唔知影的眼神看我哈。好，洪伟老师。
请指导。我是讲，伊用摇鱼的眼神甲我看。摇鱼，这个字啊，摇鱼啦哈，这是咱台语摇鱼，这是迄个竖心旁的迄个摇鱼。这句其实真实用摇鱼。好，啊，若讲怀疑的眼神，敢有哈怀疑？意思嘛是差不多偌济啦，嘿，啊，就是咱有时啊烦恼，就是讲若准讲会当是即个事，我即个进前讲的讲较幼咧，还是讲较多元咧，吼，可能会更较好安尼啦。好，感谢洪辉老师的说明，接落去来听萧凌春老师的讲法。伊用怀疑的眼神看我。好，萧老师是用怀疑的眼神。好，接落去吴希美老师，伊甲我看，真摇伊的款。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接落去上尾一个题目。硬着头皮去敲门，硬着头皮去敲门。敲门，弄就是很勉强，然后不情愿。不得已去弄门，不得已去弄门，还请老师记得。也不得已嘛是会使讲勉强对啦吼啊。我想我用较口语讲话，我可能讲较长小话，我会讲无意完全勉强硬去敲门。好，感谢洪伟老师哈，接落去来听萧凌春老师的讲法。唔愿意搁勉强去敲门。好，过来是吴希美老师。无搭话，难拍地咧，去加弄门。我讲有秘密加弄门。我刚刚想到这个，但我想说，那嘛是真口语的讲法。这是口语。好，安尼咱今仔日5个题目拢完成啊哈，接落去时间交互洪辉老师哈，针对今仔日同学表现为咱做讲评。就是咱可能爱加吸收一寡有想象力较多样的一寡形容的讲法啦，嘿，咱可能爱加吸收，安尼可能要对咱班的即个状况会较有提升的帮助安尼。好，以上。好，感谢洪伟老师，感谢两位同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台播音老师的岳培轩，我是播音阿母的柯庆芳。今仔日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嘛会使写文稿对阮表达支持。我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烧送，欢迎你做伙来到闹热，请上咱文科电台详细了解。等者，烧香。去妈，处理等整理。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课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课电台制作、家属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详细音乐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也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
阮兜的生芹菜、炒菜头、甲猪油泡，欢迎准时收听。足好呀啦，像我青梅牛一只，中门敢若看有。你啊，你个中文，青梅牛可以讲中文，青梅牛会安尼讲啦。青梅牛就是。不小心都在演戏，对不对？对哦，你袂当迄个，袂当中文，演歌戏咧。连入去都唔敢入去打，钱甲纸条行李。你是讲着 Q 呀？你当时有讲着 Q 不然这个字要怎么念？大是后壁，大是后壁这句。你有听过阮的单位的无甲讲过着？这本就是恁老师规定的册，恁老师。我这里来讲，干嘛接中医？